已经起码10年的高雄港步旅运中心呢，今年8月就要完工啊。不过台湾当时才会当开放邮轮入来的，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邮轮甲边境是同时间开放，希望开放了后来台湾的邮轮数量会当平疫情进前的600只较侪。高雄港步旅运中心造型特殊的建筑物，已经成做港边的新地标。3D 曲面的帷幕也增加施工的困难。经过10冬，总算要伫今年8月完工，分配开放。遐个有迄个施工车袂拆，7月会拆掉，8月会全部完工，然后呢，教保中心到时阵8月会交付营运。初5交通部长王国材视察旅运中心的进度，伊认为疫情过后，目前全世界国境开放，旅运中心完工的时机真好。只不过台湾国境当时要全面开放，也是爱看指挥中心的决定。邮轮的开放也是跟我们的国际开放的同步了所以这个就等指挥中心对于整个疫情的判断过去疫情前大概有600艘，我们是希望。当时估是会往700艘、800艘来走那就看这个疫情的发展。那我们希望说，在比疫情前还更高。高雄旅运中心有15站楼悬，地下2站，会使停靠22万吨的大型邮轮。唔但提供旅客出入，嘛有免税商店甲餐厅。港务公司表示，已经有邮轮业者来拒接，希望明年初就会当启航。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